中華電信工會有要200個人走去到交通部抗議，要求因的董事長簡志成就要落台。這工會是指出講，因的董事長自2004年上任了後，甲這工會之間的勞資協商呢是全面攏停放的，包括着加薪水，也有團體協約20檔無修改，員工要求甲這勞退的提撥率提懸到15%，伊完全攏無回應。工會是表示講，若陣閣無來協商甲解決，安尼無代拄今年8月會甲這抗議的規模擴大到上千人。董事長，立即下台。8月中華電信工會有要200個成員聚集佇交通部頭前，舉牌啊、發口號，要求董事長簡志成落台。工會指出，董事長2024年就任後，團體協約、加薪水、勞退提撥甲延後退休等議題攏停放，連原本答應的工會補助嘛跳票。這人的薪水、退休金、甲舊制差有夠濟，上少是3倍以上。哦，這若到後伊退休的時，會影響伊退休的生活。啊，個有咱團體合約哦，已經20年啊，未修改，內底足濟，迄個已經不符合法律的問題。工會強調，勞資團體合約20年無修改，真濟條款攏已經過時。另外，工會訴求勞退提撥率要比照公務員提懸到15%，公司嘛無要回應。工會嘛希望交通部出面解決。交通部是回應講，會甲陳情書早點去了解。有付出當然要有回饋，但是一切都還是要照程序啦。工會強調，因爭取的是對等的協商，但是資方攏急點點。若資方繼續放外掛，無要解決問題，打算佇8月份甲抗議規模擴大到9000人，嘛無排除會啟動罷工抗爭到底。那中華電信是回應講，今年已經有定額加薪2400塊，勞退提撥加上持股的信託，實際上已經有9.75%，嘛強調協商毋捌斷站，呼籲工會就要理性對話。記者郭清陽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